各位就同大家分享巴默爾嘅未來在等待的教學的教育，sorry，第6章操練信服於真理嘅第2部分。我哋琴日咧講到作者引呢個月球迷航呢個遊戲嚟講出咗團體建立嗰種智慧嘅重要啊。咁咧佢就引嗰個作者叫做 J. Hall 霍爾，佢咁樣講，個霍爾話：所謂凝聚共識，指嘅就係充分運用可用嘅資源，以創意去解決衝突嘅決策程序。凝聚共識嘅過程好唔容易，所以每一項目嘅分數，小組成員未必個個完全同意。不過完全一致原本就唔係目標，咁樣嘅情況極為罕見。然而團體嘅評分應該係每一位成員可以邏輯啦同埋可行性為判斷嘅標準，而共同接受。只要團體嘅每一個成員而共同都感覺係咁樣，咁就可以講係得出咗呢度所講嘅共識。而評分結果亦都就可以講係團體決定。但係呢個亦都係話，實際上團體裡面單靠一個人，亦都係可以棘住全體嘅人。只要佢覺得有此必要，但係表達意見嘅時候咧，亦都要懂得善加發揮，對等互惠精神。所以幾條準則係可以凝聚共識。呢個條件就係咁樣啦。一，不宜為個人嘅評分強做辯護。你表達立場、發表意見之時，力求清晰合理，但係亦都要傾聽別人嘅回應，就對方嘅意見作一個審慎嘅思考，先可以再繼續維護自己嘅主張。第二，討論陷入僵局嘅時候，唔好認定非爭個贏輸不可，反而應該退而求其次，揾出可接受嘅方案、次嘅方案。第三，唔好為咗避免衝突、達成協議、維持和諧而改變原本一啲諗法。一致意見來得太容易、太快，反而要小心，可能會有問題。呢個時候就要探問一下個理由，確定小組裏成員接受議決嘅理由大體相近呢，定係互補。唯有客觀呢、合理嘅立場，先至可以信任投靠嘅立場。第四，盡量避免用多數表決、找平均值、掟銅板、討價還價等等減少衝突嘅技巧。原本投反對票嘅人終於改投同意票，亦都千萬唔好要有補償心理，等下回表決嘅時候就順應佢投翻一票等等嘅情況。第五，就意見不同係天經地義啦，理所當然嘅情況，所以要揾出不同意見，想辦法讓人人共同參與決策過程。歧見反而係有助於決策，因為資訊同意見越廣闊小組歸納出嚟適當嘅做法機會就會越大。喺呢度需要特別一提喺呢個整個過程，衝突有其創造功能。我哋每個人對於現實嘅感知絕對唔會一致。我哋每一個人對現實感知絕唔會一致嘅。我哋同其他人喺對現實建立嘅誓約關係，就係表示願意將彼此嘅歧義坦然揭露。咁樣其意思有辦法開誠佈公，俾大家自行調整。咁嘅學習過程，鼓勵學生勇敢講出自己相信嘅想法，但對於過程當中，學生亦都要樂於修正啦，改變自己一啲諗法，循凝聚共識嘅方式進行學習。學生就不僅不會受制於客觀權威或者主觀相對主義嘅牽制，反而可以同現實建立相輔相成、相互交流嘅關係。而傾聽回應錯綜複雜嘅真理群體之際，知識就會因而有所增長啦。傑霍爾對於佢嘅研究發現，亦共識學習法係由於強調創造性嘅衝突，因此以小組成員相處融洽嘅時候，成效係最佳嘅，亦都連帶證明懂得迎合嘅學習空間，先能夠讓我哋忍耐學習時嗰種嘅痛苦。佢咁樣話，霍爾話：一個團隊只要關係穩固，意見相左，亦都不至於產生危險。咁樣嘅團隊會將歧見看作係自然平常嘅事。有歧見表示需要再做討論，有歧見表示可以選擇嘅解決方案比較多。不過有歧見絕唔可以視作係個人嘅恩怨，因而動搖團結。但若團體係由半生不熟嘅人組成，咁情況就唔同啦。大家既然唔係太熟，團體嘅向心力亦都就唔足夠，連結嘅關係當然薄弱又短暫。咁嘅組成，由於人際結構本來就唔堅固，遇到衝突嘅時候，成員一般都係以安撫而唔係解決嚟處理。臨時組成嘅隊伍遇到歧見，一般嘅對策就係趕快妥協，維持表面嘅和諧關係，唔好決裂。要不然就係改用中立或者想當然爾嘅做法，由多數人去決定。好啦，讀到呢度，或者讀者會質疑呢不過咪就係遊戲啫，同其他類型嘅學習方法有咩關係呢？
我唔同意呢個講法。呢個遊戲用嘅係共識法解決法，解決嘅雖然係想像出嚟嘅問題，佢一樣可以俾學生走進文學作品或者係詩詞嘅作品，挖掘出最深嘅真理。針對社會科學嘅統計或者歷史資料，學生同樣可以用呢個方法尋找出意義啦。連科學界嘅團體啊，其實亦都係用呢個方法喺度做研究。喺呢個例子裏邊，學者會收集資料、分享知識、檢驗彼此嘅解釋，而從資料解釋嘅對立與衝突當中顯出更豐富嘅知識。而呢個共識嘅產生，亦都就係我哋操練順服誓約嘅方法。共識唔等於民主嘅意見表達，所以唔能夠以多數決定真理啊！我哋凝聚共識其實就係要探討嘅過程。真理透過彼此嘅傾聽回應，透過我哋嘅傾聽學科回應學科，先至會一一浮現。咁樣嘅真理亦都係比較可能超越集體意見，先不至淪為集體意見下嘅囊中物。有咗共識，學習過程先會係聽命於真理嘅模式。我哋忠於彼此，忠於我哋共同嘅世界，就需要咁樣嘅信服真理。以呢個學習模式嘅學生學到嘅唔會係死知識，反而係因為懂得聽命於彼此，聽命於世界所實踐嘅群體嘅認識論，亦都會喺佢哋身上注入群體嘅倫理。有啲老師對呢一類嘅集體學習好有興趣，想要運用，卻因為班數人數太多而束手無策。動不動就超過100人嘅大型班級，點有辦法進行共識型學習呢？如果係提議大班可以再打散，分成好幾個小組，少一點嘅小組討論，老師又會抱怨咁樣嘅討論小組冇幾耐就變成一盤散沙。譬如好似喺度開閒聊聚會咁，睇唔出有乜嘢學習到。不過共識學習嘅一大好處就係可以訂立明確嘅規則，供學生依循發揮成效。我自己遇到人數較多嘅大型班級，要學生做分組討論嘅時候，會運用一啲技巧，免得討論變成閒聊啊。首先我會帶領學生一齊討論凝聚共識嘅規則，之後我再指定幾位學生以小組形式喺全班同學面前，依照大家訂立嘅規則，將解決問題嘅過程演練過一遍。演練完畢之後，我就要全班同學就演練嘅狀況發表意見啦。大家定嘅規則做唔做得到？有冇引申過度嘅地方，或者隨意會被打破嘅地方？出現呢啲情況嘅時候係點樣一回事呢？又應該點樣避免再犯呢？接落嚟我就會再選一批學生再演練一次啦，然後將規則修整下更好。如此，全班學生就有機會事先學會凝聚共識嘅法則。等到所有學生真係完全打散，組成一支支嘅自主嘅團隊，獲選為小組長嘅成員，就有施展嘅空間。呢個做法雖然未必有辦法徹底斷絕漫無目的嘅談天說地，但係至少可以避免發生。尤其係佢哋仲要向我報告討論嘅過程同埋結論啊！我哋嘅上嘅每一堂課，教室當中流溢出嚟嘅話語，其實係有3種，一個係老師嘅話語，其次係學生話語，再嚟就係學科目的嘅話語。雖然所學科目嘅話語有好多種，好重要，喺我談共識嘅時候已經有暗示。譬如月球迷航遊戲嘅問題，如果唔知道月球嘅現實狀況，其實你絕對冇辦法解決。但呢一部分有幾重要呢？就需要勾勒得更鮮明先好啦。所謂操練順服於真理，不僅係要求我哋仔細傾聽彼此嘅話語，亦都要求我哋傾聽所學科目嘅話語。所以我哋務必想辦法讓學科有自己嘅聲音，讓聲音呢個聲音可以講述自己嘅真理，免得學科嘅真理被我哋化約成為我哋呢邊嘅真理。雖然講傾聽教室其他人嘅話語，了解他人對學科嘅理解同我有咩唔同，亦都能夠得到一部分。但係學科本身亦都唔係冇聲音嘅。所謂順服於真理，就係要我哋喺自己嘅學科有詮釋之外啊，亦都需要用心去傾聽學科點樣陳述佢自己。呢一般用心傾聽，亦都淨係學科實驗室裏邊進行嘅狀況。學科譬如科學家雖然會用儀器去放大學科嘅聲音，但係科學家自己亦都始終在留意大自然係咪仲有其他聲音。有儀器幾乎揾唔到嘅聲音，呢一類聲音一旦被揾到，不但有幾微弱，科學家都知道儀器冇揾到嘅問題在接收呢一方。所以我哋一定要找到更精密嘅方法啊，去傾聽大自然嘅聲音，免得壓制或者扭曲咗大自然嘅天籟啊。前述上課攞假歷史去呃學生嘅老師，其實同科學家一樣，去堅持要學生用心傾聽。呢個老師咁樣做，等於其實喺度跟學生話，真實嘅歷史有佢自己嘅聲音，唔等於我跟你講乜嘢。
所以你哋自己要去聽歷史喺度講咩，不管聽到嘅係乜嘢，我哋全部都要肩擔起嚟。講起我自己嘅教學，我亦都發現，如果我督促提醒學生唔好僅僅只係喺度睇一本教科書，亦都要嘗試同學科建立對話，咁樣學科自主發聲嘅效果就會越嚟越強。而學生單只係泛泛讀課本咧，容易就會將個人感覺咧強加喺學科之上，以致忽略咗所有讀嘅學科嘅本身，亦都係實際嘅一面，獨立喺我哋嘅感知之外啊！我哋如果改以訪談嘅方式去面對學科，而唔單方面用睇，就會發現學科亦都喺度其實同我哋對話説話嘅話語還竟然未必同我哋自己諗嘅一樣喎。一旦發現學科亦都有佢嘅相異性，我哋就會從孤立嘅求知當中走出嚟，走進細嘅群體。我哋就會從單單求知中走出嚟，走進為愛所知啊！為愛啊，外面個愛。喺呢度等我舉幾個例子。我偶爾會教一門叫做默想和行動嘅課，內容就以湯馬斯茂頓嘅生平同埋著作為基礎。但喺我開始處理概念同實務問題之前，我會花啲時間同學生介紹茂頓呢個人。其實而且就好似向別人介紹一位好嘅知交咁樣，我會攞茂頓嘅照片俾學生睇啦，讓學生一見佢嘅模樣，見一見佢樣，再講下茂頓嘅生平，特別着墨佢陷於掙扎，終至於超越嘅生命時刻。我亦都會從茂頓嘅著作當中挑選出代表剪貼成一啲專輯，由學生依序大聲朗讀俾大家聽。我仲會攞一卷茂頓對學生講話嘅錄音帶，讓我教嘅學生親耳聽一下茂頓本人講課嘅聲音。我就係咁樣想盡辦法俾學生親遇茂頓本人，咁樣我上課時候先有辦法將茂頓其人真實嘅相異性同客觀性提供出嚟俾大家認識、檢驗、糾正、調整個人嘅感覺。默想同行動本來就係十分抽象嘅科目，呢個咁樣深植喺多馬斯茂頓其人真實嘅人生裏邊，而我嘅學生透過茂頓呢個人，亦都能夠同所學嘅科目建立起群體嘅關係，而喺自己嘅生命裏邊就會發現學科對佢哋嘅意義啊！再講另一個例子，先前提到布伯寫一則天使想要改變世界嘅故事，我喺課堂上面用呢個故事嘅時候，會要學生唔單止想像一下故事描繪嘅世界就好啦，亦都要進入世界身歷其境，真正進入故事裏嘅狀態情節，同故事裏嘅角色講一講説話。咁樣我亦都會用一啲簡單技巧做輔助。有一次我讀到呢個故事嘅時候做討論，我就要每個學生都寫一篇故事嘅續集。假設自己就係故事裏邊嘅天使，聽到上帝跟佢講：眾生唯有經歷洪荒和災禍，才會豐饒。唯有這時至道至真嘅道先會出現。所以天使接落嚟要點樣回應上帝嘅説話呢？上帝又會點樣回答天使呢？天使接落嚟又會點做呢？因絕望而悄然離開，撒手唔再管，揾一座橋跳落去，組成特別委員會嚟商討對策。學生安靜寫咗半個鐘頭，全班一齊睇睇大家寫啲咩出嚟。透過咁樣嘅故事，親身領會世界唔可以冇憐憫，但係行憐憫又太困難。同所學嘅題目有過呢個親身嘅接觸之後，全班對於憐憫嘅體察亦都變得更加深刻。而學生各自為故事寫續篇，仲會講俾大家聽，亦都就係敞開自我為外界認識啊！所以喺教授小説或者詩歌嘅時候，引導學生對話嘅教學方法就好有效啦。呢類作品大家向來都係只係要學生去睇啊嘛，有時候根本咧就唔係用自己眼睛去睇，而是應該用公認嘅專家眼睛去睇。但係語文創作本來就唔係要俾人睇嘅，語文唔係都有聲音咩？係創作者嘅聲音啊！創作者創造出嚟嘅亦都有聲音，可以做訪談嘅聲音。所以點解唔帶學生同呢啲聲音好好對話呢？點解唔讓小説詩歌親自同學生講話呢？讓學生將對話交俾詩歌嘅聲音，讓詩歌講出字裏行間睇唔到嘅事情。老師當然亦都應該要學生實際證明佢哋嘅反應確實是詩歌實際説出嚟嘅説話。而學生對作品嘅話語所有回應之後，老師亦都可以要先學生靜一靜，聆聽詩歌嘅聲音對學生回應之後，又有咩新嘅體會同埋感受？呢一類對話可以保留客觀嘅精華。文學評論嘅聲音未必真係客觀，文學評論嘅聲音不過只係另一種學子嘅聲音。呢個學子同天下每位學生一樣，
都只是喺度觸摸詩歌嘅話語啫。文學評論聲音亦都不過係詩歌之外嘅權威喺度發聲，只係講得振振有詞，害得其他學生嘅聲音、詩歌本身嘅聲音幾乎被掩蓋。唯有等待學生同詩歌彼此對話，而讓詩歌嘅聲音可以對上學生嘅回應，真正嘅客觀知識先有辦法出現。我哋要做嘅就係，如果係了解一首詩，咁喺教室裏最客觀嘅聲音，唔係就係詩歌自己嘅聲音咩？學生一個課發表詩歌對佢嚟講啲乜嘢，我哋聽到嘅詩歌聲音仲只係部分啫。我哋最終嘅目的，既然係順服於真理，咁就要俾詩歌自行講出完整嘅佢，自行講出詩歌佢自己呢個人。譬如卡洛布萊就講過莫扎特嘅音樂要點樣教法。佢話：別忘了，在這講的不是你，不是你自己，我們這在講的是別的人，一位死去很久的音樂家。而這音樂家對我們有所求啊！我們應該要做嘅就係做到佢嘅要求。所以講來好吊詭嘅，我哋一旦懂得順服傾聽他人嘅聲音，我哋自己嘅説話反而會變得更加清晰同真誠啊！透過他人，我哋就會更了解自己，因為呢個時候我哋遇到嘅宇宙最客觀嘅現實對我哋有所挑戰啊！某一個人嘅聲音所說嘅真理同我哋嘅關聯，但又冇辦法化約為我哋嘅真理。呢個聲音喺我哋靠過去認識佢嘅時候，亦都喺度認識我哋。我哋做老師嘅人嚟講咧，自然應該協助學生同第三者，就係所學嘅科目建立關係，唔係喺課堂上嘅講課討論，亦都係學生嘅私生活，喺學生嘅私下嘅閱讀。前一章我就講過修道院裏邊嘅討讀法，用咁慢嘅速度潛心思索短短一段文章，目的唔係要創造學習嘅空間，亦都係在於唔單止創造空間，亦都引領讀者帶住信服去同文字後面嘅人對話。當代天主教修士多默基廷 Thomas Keating 就描述過討讀法，佢話係咁樣嘅：基督教不以道德教誨為中心，而是以一個人為中心。聖經便是引導我們逐漸去認識這一個人，以正規途徑去愛這一個人。這過程帶有活潑嘅動力，領着大家去和人人做朋友。大家需要花時間相處，花時間談話，花時間傾聽他人，認識彼此。一開始身邊出現他人，可能會覺得別扭奇怪，但是熟悉之後，尤其是察覺自己探求到了你在彼此當中察覺到的美善，花在談話的時間自然就會逐漸減少。這時彼此相處就會變得輕鬆自在，幸福感油然而生。前一段我講嘅雖然是人與人之間嘅友誼，但亦都係討讀法嘅感覺，應該可以說是不拘形式嘅默想，不需要運用特定技巧，只需要自然發展出友誼便可。這是切身的交流。呢個閱讀嘅方法，呢個同他人對話嘅途徑，喺亞伯拉罕赫舍爾描述所謂哈西迪派嘅猶太人學習讀摩西五經他納木嘅段落，亦都有呢種嘅體驗。赫舍爾咁話，拉比巴爾謝姆講過，研讀摩西五經便是走到神的面前。研習他納木應該像是兒子接到父親寫的家書，迫不及待要知道父親寫了些什麼給他。這一封信，兒子每讀一次都倍覺珍貴，好像父親就站在他身邊。而巴爾謝姆認為一個人從他身上學來嘅東西，要比從書上學嘅多，所以要在研讀他納木呢一件事上加上人性嘅層面。他納木有好大嘅篇幅寫嘅都係一個個有名有姓嘅聖人嘅睇法。巴爾謝姆就會督促學生不僅只係理解聖人嘅睇法就好啦，也要去和聖人做靈性嘅交流。因此佢主張讀到阿貝耶怎樣說，拉雅怎樣說嘅時候，也要看得到阿貝耶，看得到拉雅，當然亦都要懂得他們在說什麼。一個人要和他們生活在一起，要進入他們的心智和靈魂，而不僅只是認識他們的思想就好。所以學生對話嘅對象，除咗要有智慧、心性、投契論及情誼之外，同仇敵對話同樣亦都相對重要。同樣用呢類默觀嘅方法去讀希特拉嘅説話，就等於喺度同邪惡建立關係。而遵循呢個了解邪惡，不僅被簡化係一種在外嘅事，不僅係會發生於別人身上嘅事，或者某種盲從或者附和。我哋自己靈魂深處亦都同樣會探觸得到邪惡嘅潛質。由對抗他人身上嘅邪惡，我哋就會學到對抗自己身上嘅邪惡。如果希望學生亦都能夠享有咁嘅做法，
與可能嘅成果，老師可以要求學生將對話記錄落嚟，就係將蘇格拉底同埋柏拉圖嗰般嘅對話寫落嚟俾自己。一般人如果唔曾經將心裏嘅對話寫落嚟俾自己睇，大記都會覺得書上都寫來嘅應該唔係太像真正嘅對話，而係作者在跟佢講話啫。不過一代咁樣做法熟練之後，結果就帶出意外啦。我哋會發現對方講出嚟嘅説話，我哋可能點樣亦都冇想到，我哋可能根本就唔想。對方對我哋可能會有所質疑，我哋唔單止諗唔到，亦都唔想面對。一等到我哋將內心嘅對話揾出嚟，寫落嚟公諸於世，不止俾人睇，亦都俾自己睇，我哋嘅客觀反而會大幅提升。因為同理，我哋又會以呢個做法袒露自己，讓外界認識。呢一類教學法，呢一種順服真理途徑，亦都有供記憶力施展嘅地方。所謂記起 （remember）， 英文字嘅意思就係將一體的部分重新帶入一體 （remember）， 即係合體啦。亦都係將真理嘅群體裡面分立嘅部分重新融合起嚟，組成一體。而 remember 嘅反面就唔係忘記 （forget）， 而係解體 （dismember）。呢個正係我哋忘記真理嘅時候會出現嘅狀況。我哋彼此之間嘅關係，我哋同其他現實之間嘅關係，我哋同我哋需要投入真理群體嘅理解之間嘅關係，就咁樣被我哋逐一解體。記憶讓我哋同時空離我哋都好遙遠嘅其他生命對話。我哋嘅記憶越深厚越廣博，我哋對於外在面對面嘅關係網就會越綿密越複雜。所以我哋可以要記憶將第三者，不止於第三者添，帶進當下心裡面嘅對話，將遙遠時空外不易為自己發言嘅聲音呼喚過嚟加入對話，教導學生 remember 即係合體呢個道理，將記憶帶進教室裡嘅對話，就係可以將第三者再請進嚟現身，而咁樣亦都係實踐順服真理嘅另一個途徑。教學同友誼最後一部分，於教室操練順服真理，老師、學生、學科三方面互相傾聽、回應，點樣講都唔係技巧而已。咁嘅做法關鍵在於老師同所教嘅學科之間有生命力嘅關係。佢會邀請學生全面參與，加入佢同學科嘅關係。呢類教學仰賴嘅營立氣氛就係這裡最為強烈啦。老師同所教嘅學科已經有深厚嘅情感，而且收穫豐碩，而老師亦都希望學生享有咁嘅關係嘅豐碩果實。好多學生都會話佢哋喜歡嘅老師都熱愛自己喺教嘅學科，就算教學嘅技巧唔係好好嘅，亦都冇關係。而呢度講嘅唔單止係熱情會傳染而已。咁樣嘅老師渾身洋溢佢同學科之間嘅深厚感情，並流露於外，而幫學生克服咗遇見陌生人，亦都就係所有教嘅學科嘅恐懼啦。學生睇到老師同佢珍視嘅學科好似朋友咁深厚，有穩固感情，並且希望學生都嚟認識佢呢位好朋友，亦都讓佢呢位好朋友認識佢嘅學生。從呢個良性互動當中，自然就會產生一種學習嘅信心啦。所以以友誼作為比喻，亦都有助於釐清呢一類教學法有邊啲嘅要求。老師本來就要同所教嘅學科十分熟悉，將其介紹俾學生嘅時候，自然就好似介紹一個老朋友，而且要讓學生明了老師可以咁重視佢教嘅呢一科，呢一科係點樣變成老師嘅人生。反之亦然，老師都要珍惜學生，將學生當作可以交嘅朋友。由於學生於轉變之餘，同時亦都可能會轉變老師同學科嘅關係。老師對呢個亦都要樂於接納嘅心。如果有人要我加入兩人真摯友誼當中，除非我感覺到對方亦都珍惜我，否則我唔會加入。用友誼做比喻唔係話教室嘅氣氛無論點樣都要維持和樂光明。友誼係咪穩固？真正嘅考驗係在於友誼係咪承受得住衝突啊？友誼係咪有能力容納緊張，以其為友誼裏嘅創造元素？其實友誼嘅蛻變往往就喺衝突同緊張裏邊，而且不管老師有幾愛佢嘅學科，都唔可以強行套喺學生身上。老師有時要好似情人一樣，一定要懂得忍耐情人之間嘅口角，亦都就係包含學生同學科之間嘅爭執，以其為感情同關係嘅磨練同埋考驗啊！咁樣學生先能夠喺友誼同迎立嘅氣氛裏邊體驗感情關係裏邊嘅是與非、辯駁與肯定嘅討論。然而以友誼做比喻，亦都有提醒我哋要注意教學裏邊常見嘅一個問題。老師亦都有可能會愛佢教嘅學科愛到痴狂，
反而嚇得學生退避三舍，因為呢個時候老師太過保護佢教嘅學科，太保護佢同學科嘅關係，結果硬係要求學生同老師一樣去愛呢個學科。學生如果要自行去判斷，揾到自己同學科應有關係，老師就會唔高興，甚至唔批准。呢個時候老師同學科嘅深厚感情就唔係熱枕嘅邀請，而係強制嘅要求。而真理呢個時候亦都等於係偏向咗老師同學科嘅個人關係，而唔係真理群體裏邊應有嘅廣大關係網裏邊。我哋對所愛，對於我哋同他人關係，如果有恐懼不安，問題當然會出現呢。冇人會樂見情感嘅連結遇到質疑或者威脅。有人如果唔係愛我哋所愛，或者愛得比我哋仲要更深，以至於想要橫刀奪愛，咁我哋一定會生氣啦。有不少教室就係因為有咁嘅問題而變得好拘束，老師太過偏執啦，搞到學生冇辦法自由發展個人學科嘅關係。有啲學生會同老師站喺一齊，老師要去做乜佢就做乜，老師要去講乜佢就講乜。但係咁樣嘅老師教出嚟嘅學生，絕唔會明白點樣順服於真理，絕對學唔會所學嘅學科同世界建立誓約嘅個人連結。喺呢個時候，問題當然喺老師身上咧，根源就喺老師本人嘅不安同埋恐懼。而呢個唔單止係一類教學法會出現嘅諸多問題之一，同樣亦都係要靠老師自己解決。亦都就係老師要深切探討自身嘅靈性塑造啊！所謂教學，便是創造出一方空間，供大家操練順服於真理。然而喺我哋能夠將咁樣嘅教學理念形諸於外之前，我哋一定要喺我哋自身先為真理開闢一方嘅空間。所以下一章即係最後一章就係講教師嘅靈性塑造啦。好，今日分享第6章嘅後半段到呢度。如果喜歡個頻道，即係點讚訂閱或者推介俾有興趣嘅人。相信巴麥爾嘅分享點樣係學習，點樣去尋求真理，建立嗰種嘅係個群體嘅關係係重要啊。